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我是小琴。小邓老师，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播出后，有好多观众朋友都觉得，在我们台南可以学习到好多客家相关的文化，真的很难得。而且很棒的是呢，在 YouTube 呢也可以搜寻到我们这个节目单元哦。是呀。观天师就会打好好自家天师后院，就做得数看得到哦。因为正经当什么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务委员会委托因哋来直播客家相关的文化，为你台南地区的朋友，甚至全国的朋友来认识客家文化，熟悉客家文化。今天我们节目要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什么单元呢？因哋呢节目啊，从今年1月3號開播到了哈，介紹過客家美食啦、客家音樂、客家語言、客家民俗信仰等等。因哋嘅單元安排啊，有啲嘅單元咧係盡量順帶因客家相關嘅建議來安排喲。基本呢嘅單元係想除了安排客家嘅民俗瓜子。瓜子，我知道和掃墓有關。錯。基本嘅我嚟介紹客家嘅民俗信仰瓜子。因为我有同学哦，他们家也是在过年后就开始扫墓啦。那结果呢，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是在过年后就开始扫墓哦，而不是在一般清明节扫墓呢？哈哈，有一種嘅講法啦，係講客家人啊，從當年扣啦正月班，呢個正月班就係元宵節過後呢，就開始來瓜子，行到新月大家過清明節嘅時節，就唔是過行一年咯。咁樣不但做得節省生意嘅費用，同時也節省來來去去嘅茶錢留時間。哦，原來是這樣啊！也充分顯現出人哋客家人刻苦耐勞、勤儉打拼嘅精神。頭擺有當多客家人啊，會從扣啦正月16瓜子，以下有味道配合外地石頭路嘅，也係多頭路嘅肢體啊，轉活下嚟瓜子，就會到正月班過後嘅禮拜六。也係兩個禮拜日咧，爭來瓜子哦。唔過啊，也有到客家人也出會到兩個清明節爭來瓜子。瓜子當然啦，生幾多各地嘅子子孫孫咧，都會趕轉來記住，像你桃園新報就有一戶人家咧，佢當年做嘅瓜子啊，都至少有780個家畜哦，大家70里頭。除了表達慎重對人嘅精神以外，大家親戚朋友啊，也會加量難得嘅機會哦，來聯絡感情。小鄧老師，那客家族群在瓜子的時候呢，有什麼特別不一樣的嗎？有哦，客家人啊，所謂嘅瓜子，根據老一輩人講啊，當年瓜子嘅時節，會將一條黃谷子摘出盤頭當哦。佢說掃墓有很多瓜子，瓜子啊，一方面也表示講子孫已經有轉來祭拜過祖先，另外也說明也係有主嘅夢譜哦。這也代表客家人不忘本、飲水思源的美德哦。有含有哦。又還有什麼呢？客家人啊，瓜子以後呢，有的話還有錢嘅人家就會有本週夢哦。本週夢，什麼是本週夢呢？本週夢啊，就係從前祭拜過八公過後呢，將祭拜祖先，等跪下20萬個以後呢，就會打紙炮誒。但係紙炮誒打過打順誒，家族最壯雜呢，就為了本錢哦。頭擺啊，有會本5條，有會本10條，也有本紙片，像白板啦、葉板也都也時節啦。係講超權，有唔係強家族嘅生意嚟啊，也會走來本週夢哦。兩家人窮樣，未會本嘅生意呢，白板啦。
夜班也得。那别人家的小孩也可以分到钱吗？哈哈，从头摆嘅年代呀，就算係拍上人家嘅生意呢，未窮樣做得本到錢啊。故說兩個瓜子嘅時節啦，也係生意呢最有一個建議之一咯。還有啊，就係做兩個秋辣公園過後呢，一般做兩個甜水，也係茶涼空氣呢，等等兩個地方呢，都會上兩個嘢，兩嘢就係客家人做兩個瓜子嘅時節，將會做嘅嘢辦。唔過啊，兩下嘅環境啊，嚇到嘅污染啊，實親手看到了，真嘅係當大爽啊！捏辦就是我們一般說的草仔粿嘛。係啊，嘅捏辦啊，就係小青講嘅草仔粿哦。講定啊，人都好下自家電視學院根本嘢就講到了咯。以下愛來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真來了。